地球孕育人類嘅成長，更帶俾人類無限風光。名山大川、世外桃源，世界最美好、最靈性嘅一面，只要用心探索，每一格畫面都值得人類感到自豪、感到幸福。位於中國正中央嘅湖北，自古以嚟以山清水秀聞名全國。大大小小嘅湖泊縱橫交錯，構成一片水鄉澤國，所以湖北又有千湖之省嘅美譽。東西北三面環山嘅湖北，以綿延千里嘅岳西景區最為有名。今集我哋嘅旅程將會踏足中華第一道教名山武當山，以及佢被譽為中國最後仙境嘅神農架，親身感受大自然嘅神奇奧妙。今次我同攝製隊由湖北嘅文化名城襄樊市出發，一直深入偏遠嘅西北部。我哋第一個目的地就係被列為中國道教名山之首嘅武當山。被尊稱為大岳太和山嘅武當山，位於十堰市境內，係歷史上著名嘅道教名山。武當嘅意思就係非真武不足以當之。由於成個武當山脈綿延起伏，縱橫400公里，72峰，36岩，10石9台，兼具5嶽雄險優秀嘅美感，自古以嚟就被譽為恆古無雙勝景，天下第一仙山。而明代著名旅遊家徐霞客就曾經用氣吞太華銀河根，細壓巍峨玉蝶高嚟到形容武當氣吞天下嘅氣勢。喺旅程嘅第一日，我哋驅車去到武當山嘅山腳。呢一日晴空萬里，係好開始嘅徵兆。嗱，大概30分鐘之後，我哋就嚟到喺明朝興建嘅武當山大門玄岳門。明朝其中一個最成功嘅皇帝明成祖朱棣，佢相信自己能夠登基即位咧，完全係得到呢個真武帝君嘅庇佑嘅。咁所以咧喺佢即位咗之後，為咗安撫軍心同埋民心，咁佢請咗30萬嘅民工，用咗13年嘅時間，就喺武當山上面咧興建9宮9殿。而大家而家見到嘅呢塊牌匾咧，就係建立於明朝嘉靖年間。原本武當山嘅入口就係喺呢度嚟㗎。玄岳門石牌坊係一座3間4柱5樓式嘅石建築，宏偉古雅，精雕細琢。喺正中間，字勢玄岳4個大字，係明代嘉靖皇帝嘅御筆，標誌住武當山嘅顯赫地位。喺上山嘅途中，由車窗向外望，我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廟宇，周圍就好似滲透住一種莊嚴肅穆嘅氣氛。嗱，大概坐咗1個鐘頭嘅車程之後，我哋就要開始徒步向前行啦。我哋去緊嘅地方就係武當山36岩之中，以險峻聞名於世嘅南岩宮。去南岩宮嘅途中，我哋經過一個叫烏鴉嶺嘅地方，望住呢片一望無際嘅平地，感覺就真係好似一幅宏偉嘅壁畫咁。原來烏鴉嶺以前曾經係南岩宮嘅宮門，不過經過年月嘅洗禮，已經面目全非啦。喺呢一日，周圍仍然堆滿積雪，更加顯得烏鴉嶺嘅蕭條。離開烏鴉嶺，我哋繼續向南岩宮進發。但行咗大概差唔多半個鐘頭左右，南岩宮終於出現喺我哋嘅眼前啦。
雖然話行咗2個鐘頭先嚟到呢個喺武當山上唯一一個建造喺懸崖邊嘅南岩宮呢度，不過我覺得咧都係值得嘅，因為呢度有啲嘢你一定要睇。南岩宮因為岩石嘅位置向南而得名，喺元朝年間興建，後嚟更加喺明朝永樂11年由皇帝賜封為大聖南岩宮。無限風光在險峰，南岩宮嘅位置處於武當山嘅斷層，由遠處望埋去，可以清楚見到南岩宮聳立喺懸崖絕壁之中，上接碧霄，下臨絕澗，構成樓閣飛空嘅神奇意境。36岩何者奇，南岩岩確多幽之。明代詩人張煥嘅讚嘆，正正道出咗南岩宮嘅魅力。同絕壁風光相映成趣嘅係，就喺南岩宮入邊兩儀殿嘅古樸建築風格。嗱，呢度嘅一木一刻都係以傳統嘅方式建造嘅。而喺殿嘅中央，我哋就見到道家尊崇嘅真武大帝神像。相傳南岩宮就係真武大帝得道升天嘅地方。就算去到武當山咁出名嘅南岩宮都好啦，你見到啲裝修咧都係比較樸實，甚至乎係破舊，即係佢哋唔會話有啲咩用大量嘅金錢走去金雕玉砌啊，裝飾佢啊，或者係走去修葺佢嘅。我覺得幾符合到佢哋道家嗰種出家人嘅精神，就係清苦、內斂、樸實。兩儀殿另外一個聞名天下嘅地方，就係殿入面凌空突出懸崖上嘅雕龍石柱龍頭香。龍頭香又叫做龍首石，長3米，而闊度只係得1米。喺石嘅盡頭，小香樓下臨8丈懸崖，極度險峻，所以又被譽為天下第一香。古時嘅善信都爭先恐後，要行到盡頭嘅位置上香。不過由於太危險啦，清朝開始就被完全禁止。既然一場嚟到，我點都要試下。冇錯，而家個位置係嚟咗呢度，不過最緊要係有心同埋誠心嘅啫。道家嘅上香儀式係講求內心嘅清靜，所以上香嘅時候係要逐支奉上，以表誠意。離開險峻嘅南岩宮，我哋亦都收拾心情，準備第2日向山頂進發。第2朝嘅清早，我哋繼續出發。呢次嘅目的地就係登上武當山嘅天柱峰。武當山嘅其中一絕，莫過於天柱峰之巔嘅紅旗景寺。海拔1612米嘅天柱峰，又名金頂，係武當山嘅主峰，因為一峰獨秀，直指雲天，素有一柱擎天嘅美譽。而喺主峰旁邊，箭竹林立嘅山峰各有雄姿秀色，而且全部俯身含首，朝向主峰，所以就有72峰朝大頂嘅氣勢。4大名山皆拱泣，5方仙樂共朝中。一登金頂，呢一種漫山來朝嘅景象，感覺就好似如臨仙境一樣。喺我哋登山嘅呢一日，天突然間落起大雪，但係為咗觀賞金頂嘅景致，我哋喺雪花紛飛之中繼續上路。嗱，由於天氣真係凍得好突然，冇足夠御寒衣物嘅我哋，就唯有喺途中租當地嘅大褸應付。軍大衣，給我1件可以嗎？麻煩你拿過來。噔噔噔噔，咁就唔使咁驚啦。唉，唔該你，唔該你。租好衫之後，我哋就喺風雪之下徒步向前行。嗱，幾經辛苦，終於到咗登山必經嘅索道。
當地人同我哋講，今次登山正係遇到武當山10年嚟罕見嘅大風雪嗱，所以當我哋離開索道嘅時候，撲面而嚟嘅都係寒風刺骨嘅空氣。依家距離我哋登上金頂，仲要徒步行多2個鐘，雪差唔多有成4寸深。當地嘅人見到我哋裝備唔夠，就臨時幫我哋特製咗行雪地嘅草鞋。防滑啦，行雪地會好好多啦。張明敏名曲《爸爸的草鞋》，我嚟啊！爸爸的草鞋完成。着好裝備，我哋就正式向武當山之巔金頂進發。下一節，我哋會踏上登山征途，喺寒冬下挑戰武當山金頂。而家我睇到嘅只係一個白色嘅天柱峰。各位，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咗呢個天柱峰嘅金段。喺我哋登上武當山金頂嘅呢一日，一場罕見嘅大風雪，令到武當山籠罩喺一片濃霧之中。不過，我哋並未又因為咁而就此放棄，我哋仍然決心闖上高峰。我哋沿住雪地往上行，睇住一個個自己留低嘅腳印，嗰種蒼茫凄清真係難以形容。放眼遠望，漫天風雪冚住晒成個山頭，所有嘅樹木都鋪住一層層嘅冰雪。大雪紛飛嘅武當山，分外令人神往。大約行咗45分鐘，不經不覺，步履沉重嘅我哋已經嚟到天柱峰一柱擎天嘅平台位置。一柱擎天，哦，即係呢度就係金頂嘅天柱峰。哇！就係而家我睇到嘅，只係一個白色嘅天柱峰，其餘嘅就睇唔清楚啦。啊，行上啲可能會好啲嘅。呢一個時候，離開金頂嘅最高位置已經唔係好遠啦。我哋冒住大風雪，繼續向住金頂之巔邁進。喺嗰度，靈氣匯聚嘅金殿就係武當山嘅象徵。當我哋越接近，心情亦都越嚟越興奮。半個鐘頭嘅路，我哋行咗足足2個鐘頭先至上到嚟。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咗呢個天柱峰嘅金殿沙翁啊！金殿置於天柱峰嘅頂端，佢屹立喺只有160平方米嘅石竹平台之上。成個金殿除咗殿基之外，都係以銅鑄鎏金部件並合而成，係明代銅鑄藝術嘅最高境界。目前金殿係全中國最大嘅銅建築，同時都係國家重點保護文物。一柱卷望立，群峰紫翠圍，玉簫開望氣，金殿映朝輝。古往今來，金殿憑住君臨天下嘅氣勢，揚名海外。右手放上，左手放下，手指套入去，做出個太極圖案。咁呢個咧就係道家嘅供奉手勢嚟嘅。真武將，真武帝君你好。咁啊係啦，我入到嚟呢個金殿裏邊咧，俾我感覺就係、環境唔係太大啫喎。不過原來佢已經係全個中國裏邊咧，就係用呢個銅鑄鎏金所做出嚟嘅殿堂入邊最大嘅一個嚟㗎啦。而呢度有個奇觀，就係、大家睇到中間嘅呢盞燈，呢盞叫長明燈。你知唔知道？原來佢差唔多有成600年嘅歷史咧，係從來都冇熄過嘅。
咁點解咧？呢度嘅負責人同我講過咧，佢就話因為呢度除咗係由銅鑄鎏金所造成之外咧，就係佢呢度好精密嘅建築結構，係令到呢度四周圍咧都密不透風嘅。咁所以呢盞燈咧，就從來都冇熄過。苦盡甘來，我哋終於登上天柱峰之巔，親身見證金殿奇觀，實在係令我哋非常之振奮。嗱，雖然今次睇唔到金碧輝煌嘅宮殿，但係一身銀裝金殿，亦都可以話係另有一番風味。呢一程上武當山咧，我自己先前會係諗可能都係想睇下啲難得一見嘅風景啊，睇一個日出啊咁樣樣。咁但係因為呢次突然間嘅大風雪關係咧，咁啊呢啲嘢就睇唔到日出啦。武當山頂上面嘅一啲靚景，亦都睇得唔係咁清楚。咁不過咧，又俾到我另外一種啟發，就係我發覺今次我哋大家嗰個團隊精神啦，同埋個鬥志都好好啊！原來大家都咬實牙根啦，一定要完成今次嘅拍攝。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好鬥志。雖然離開咗金頂，但係唔代表今次嘅武當山旅程就此結束，因為以宏偉建築享負盛名，被譽為紫霄福地嘅紫霄宮，就係我哋即將要去嘅另外一個聖地。武當山另外一個奇觀，必定要提到佢規模龐大嘅古建築群。根據統計，武當山嘅各種建築曾經有500幾處之多。宮觀道院遍佈山峰，佈局完整統一，同山勢結合成仙山瓊閣嘅意境。5里一庵10里宮，丹牆翠雅望玲瓏。武當山嘅道教宮觀，全部都係根據當時嘅皇帝意願而興建，所以建築群亦都處處滲透住皇家氣派。喺1994年，武當山嘅古建築群就被列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而喺眾多嘅宮觀之中，位於紫霄宮入面嘅紫霄殿就被公認為建築美學嘅代表作。嗱，我而家咧就上到呢個全個武當山上面咧最大同埋保存得最完整嘅一個殿——紫霄殿。不過我覺得唔知係咪啲武當人嘅生活比較清苦啲咧，所以呢個所謂最大嘅殿咧，其實都係好樸實下嘅啫。紫霄宮嘅建築充分顯示出武當山嘅宏偉壯觀，佢嘅選址同埋建築格局都係依照中國風水理論而設計，坐北向南，周圍峰巒橫護，遠望就好似一座天然嘅寶椅。喺紫霄宮殿，我發現屋簷嘅裝飾擺滿咗栩栩如生嘅動物，非常之特別。我問過一啲當地人，原來呢啲屋飾都係經過匠心獨運嘅設計，所以特別莊嚴神奇。另外，我發現原來紫霄大殿係由36條木柱支撐而建成嘅，比如36天光星為真武大帝效勞嘅意思，真係別有風格。紫霄宮除咗係建築美學嘅典範之外，喺呢度亦都可以見識到舉世聞名嘅武當武術。所謂北宋少林，南穿武當。武當武術嘅創派祖先張三豐，以靜制動、以柔制剛嘅內家拳，更係稱雄於世。今時今日喺武當山，武術嘅氣氛仍然係相當之濃厚，所以我哋就去感受一下源遠流長嘅武術精髓。我這拳會比較用力一點的，沒關係，用最大力量，真的很大力的。好好，沒問題，沒問題。學習武功講求嘅係長時間嘅鍛煉。嗱，經過今次初嘗武術嘅經驗，我喺紫霄宮更加領略到武當武學嘅威力。據道長同我哋講，為咗將武當嘅武術發揚光大，現時整個武當山山腳嘅老營鎮都設有好多唔同嘅武術學校。嗱，喺呢度
我哋就揾到一間喺當地相當之有名嘅武術小學。哇！大家睇下，武當春，喂，得啦，放得落嚟，放得落嚟。武當春係隻腳可以擺到幾直。嗱，佢哋咧，其實啲小朋友咧，大概去到3、4歲咧，已經每日開始咁啊，喺度好刻苦咁去訓練嘅咯嚇。咁啊，令我感覺得到咧，大家睇到啦，其實呢度嘅場地設施咧，可以話係好簡陋嘅，甚至乎係冇嘅。咁啲小朋友，你見到佢哋頭先打功夫啊、翻筋斗嘅時候咧，個地下一張軟墊、一張榻榻米都冇嘅，佢哋就係咁樣練嘢。呢一班天真無邪嘅小朋友，心無雜念，學好打功夫並唔係為咗啲咩目的，只係一心想將武當武術呢種傳統文化繼續流傳落去。但喺佢哋嘅身上，我就感受到武術另一種嘅意義。1連2日嘅武當山旅程終於要結束啦！呢一次可以話係百般滋味在心頭，由漫天風雪嘅艱辛，去到天色放晴嘅興奮，都令我哋深深體會到世事變幻無常呢一個道理。下一節我哋會去被譽為中國最後仙境嘅神農架，我會穿越絕嶺峽谷。哇！有冇睇到啊？好窄嘅峽谷啊！咦，前面睇嚟係咪有啲危險咧？哇！你可以望到晒對面幾個山，又望到成條瀑布，係咪有嗰啲居高臨下嘅感覺？神農架，一個人跡罕至、令人神往嘅地方，以絕美絕奇聞名全國。絕美嘅神農架，自然風光變化萬千，崇山峻嶺、銀泉峽谷一覽無遺，所以一直有被譽為中國最後仙境。絕奇嘅神農架，傳說紛紜。其中曾經多次有人喺呢度見過野人嘅出沒，野人之謎令神農架更添神秘。今次嘅旅程，我哋將會深入神農架，尋幽探秘，揭開中國最後仙境嘅面紗。呢一日，我哋由武當山向住湖北西北部嘅神農架進發。天朗氣清嘅日子，加上迎面吹嚟微微嘅寒風，令我哋對住呢一個神秘嘅國度充滿期待。經過3個鐘頭嘅車程，我哋開始正式進入神農架嘅範圍。當我哋嚟到南大門嘅神農祭壇，首先出現喺我哋眼前嘅就係一個身高有21米、牛頭人身嘅神農氏雕像。我聽當地人講，原來相傳牛頭人面嘅神農氏曾經喺呢度一帶伐木搭天梯，上絕嶺遍嘗百草，為民除病。從此呢度就稱為神農架。方圓3250平方公里嘅神農架，群山聳立，超過海拔2000米嘅山峰多不勝數，係中原地大少有嘅高山，所以又有華中屋脊之稱。神農架一年4季風光各有特色，特別係冬天，由山腳嘅草原瀑布到山頂嘅冰天雪地，唔同嘅自然面貌匯聚神農架，令人印象難忘。喺神農架眾多唔同嘅景色之中，紅屏畫廊原始淳樸嘅山峰景色，好似一幅幅油畫一樣，真係好特別。喺呢度，瀑布、岩峰、峽谷渾然成為一體，如詩如畫。而喺紅屏畫廊嘅中心位置，我哋就見到以險見稱嘅天鳳峽。咦，前面睇嚟係咪有啲危險咧？呢條人工搭建嘅百步梯深不見底，而且部分路段因為積雪啱啱開始融化，梯級嘅表面變得非常之濕滑，
如果唔小心跣親，隨時就會跌落萬丈深淵。所以本身有畏高症嘅我，每行一步之前，都會首先捉實隔離嘅欄杆，步步為營。睇唔睇到啊？好窄嘅峽谷啊！仲有就係而家我哋扶住嘅呢啲欄杆咧，基本上你係唔可以揸到好實嘅，因為佢已經可能喺呢度嘅環境同埋氣候，即係有啲大風吹過之下咧，係非常之冰凍，好似揸住兩碌冰柱咁而家。哇！好，繼續行。我哋一路上見到有好多結咗冰嘅水柱，但原來天鳳峽喺上個月仍然係一片冰封㗎。不過呢幾日稍為回暖，大部分嘅冰雪已經溶解，我哋先至能夠入到去，感受到險峻嘅風光。紅平畫廊嘅一草一木，原來都有獨特嘅動人之處。真係唔係講笑喎！叫做紅平畫廊，靚嘅地方真係好多。我好中意頭先嗰個天鳳峽啊，即係成條天梯行落去嗰個咁咧，哇！嗰個真係最正。好啊，而家距離咧，我下一個目標咧，仲有海拔大約1000零米左右啦。唔好俾佢停啊！嚟啊！神農架由於面積太大，依家一共分為4個景區。嗱，當我哋離開咗紅平畫廊之後，就向住燕天風景區進發。隨住我哋越上越高，窗外嘅景色由初春亦都慢慢變成白茫茫嘅一片。披上一身雪裝嘅神農架，雖然更加有神韻，不過對於我哋嚟講就唔係一件好事嚟啦。嗱，本嚟咧我哋仲有幾里路咧就去到燕子崖嗰邊嘅，咁但係因為我坐嘅呢架車，佢因為雪積雪咧而家死咗火啊！小心啲，小心啲！搞到而家我哋後邊攝製隊嗰架車咧都擋住條路行唔到。可以嗎？還是不行嗎？行路，冇時間。慢慢嚟。而家呢度雖然唔係好大風，亦都冇落雪咁，但係因為融緊雪啦，咁所以就其實天氣都好凍下。同埋呢度嘅海拔，我睇啲資料講翻係有成2000幾米高㗎。我行到啦，嗱，我就係而家要嚟呢個地方，呢個就係燕子崖。燕子崖處於海拔2200米，係燕天風景區入面最享負盛名嘅山峰。登臨燕子崖，兩邊峭壁之間嘅半空，架係一道狹隘嘅彩虹橋，映襯出燕子崖冷若冰霜嘅傲氣。千岩古洞立千秋，可現離南換客遊。燕子崖另外一個引人入勝嘅地方就係燕子亭，由燕子亭遠眺，雄峰幽谷進入眼簾。今次嚟到燕子崖，我哋都好想一登燕子亭，不過由於厚厚嘅積雪，行唔行到上去都仲係未知數。不能上，上去危險的。喂，啊？不能上，你們是不是聽不見啦？什麼啊？上不去，不能上。嗱，雖然當地人勸過我哋唔好繼續向上行，但係我哋並冇就咁放棄到。厚厚嘅積雪並冇動搖到我哋嘅決心。如果就咁行樓梯冇咁辛苦啊！哇！呢一段路，我覺得比爬山仲困難，因為喺雪地之上難以用力，每行一步都係舉步維艱。用咗45分鐘，我終於都去到燕子亭啦。得，上到嚟啦！由燕子亭望出去，雖然今日比較大霧，但係一座又一座雄偉嘅山峰連綿不斷，構成一幅又一幅動人嘅畫面。神農架除咗擁有獨特嘅風光，亦都流傳咗好多有關野人嘅傳說。
喺過去30年，相繼有目擊者喺神農架西南部發現身形龐大、孔武有力、類似原始人嘅野人出沒。從此，野人之謎就令到神農架全國聞名。依家我行緊嘅呢條路咧，就係神農架嘅主要嘅一條公路嚟嘅，就係叫209公路。咁原來呢度喺1993年嗰陣就發生咗件事，就係話當時有人揸車上到嚟，就嚟到而家呢個位置嗰度。咁同時間咧就有3個野人咧就喺上面山坡嗰度衝咗落嚟。咁大家跟住就停咗喺度互相對峙咗一陣，然之後嗰3個野人咧就即刻好快咁就衝咗落山坡嗰度嘅。咁呢件事之後咧，就越嚟越多遊人咧咁啊上嚟呢度，諗住喺野人洞嗰度咧睇下揾唔揾到嗰啲野人嘅喎。咁我呢次嚟嘅目的咧，亦都想睇下呢度真係咪有野人。當地人將野人經常出沒嘅地方改名做野人谷。今次我哋為咗要更了解多啲野人嘅傳說，決定深入峽谷。不過由於野人谷嘅位置比較偏遠，而且又冇車可以到，我哋唯有冒住寒風徒步向前行。當我哋進入野人谷嘅範圍，輾轉之間已經係天黑啦。由於四周圍都係伸手不見五指，紮營留宿就係唯一嘅選擇。其實今晚大家會幾辛苦下，因為出邊啲氣温呢度又高啦，咁就我諗係0度到1、2度左右嗰啲氣温嚟嘅，可能大家會幾凍下，即係幾辛苦咯。今晚會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快咁瞓得着覺啦。喺下一節，我哋將會深入野人谷人跡罕至嘅地域，感受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嘅風光。我兜我呢度，佢有條路咁樣行翻落去啊！原來啊，我哋仲會登上天門崖，觀賞難得一見嘅霧海仙境。一望落去，全部都啲連綿無盡嘅山脈，啲輪廓啱啱漸漸咧可以睇到啦。野人谷相傳係發現野人次數最多嘅地方，峽谷全長4800米，山林茂密，峽谷幽邃，蘊含住不計其數嘅自然奇觀，所以又有自然博物館嘅稱號。小橋流水，奇山異石喺野人谷入面隨處可見，而呢啲生長喺岩石上嘅樹就係屬於難得一見嘅珍品。第二朝一早，我哋收拾行裝，繼續上路。由於關於野人谷嘅介紹資料係相當之少㗎，印象中呢度應該係一個比較陰森嘅地方。估唔到，原來佢唔單止範圍廣闊，而且仲係一個山明水秀嘅聖地。而當我行咗大約1個鐘頭之後，竟然發覺冇路可行，只係見到一個寫住龍腮嘅牌，同埋一個好窄嘅洞口。我捐唔到入去喎，或者佢試唔試嘅先？我見到有水喎，依家有。我兜我呢度，佢有條路咁樣行翻落去啊！原來。啊！呢度，係啊，呢度。呢度。啊！喂，睇住呢個啊！哇，識好低。膝頭嗰啲水彈過嚟啊！一張彈過嚟。哎呀，好好先。柳暗花明又一村，穿過咗龍腮洞之後，出現喺我哋眼前嘅就係一條落差大、水流急嘅瀑布。當地人話
佢個名就叫做龍鬚瀑布。哇，好靚啊！佢瀑布嗰個水咧係分兩邊咁流落嚟噶，一路流到落去。高73米、闊17米嘅龍鬚瀑布，名字嘅由來係因為泉水被大岩石隔開，形成兩條獨立嘅瀑布，遠睇就好似兩條龍鬚一樣。我問過啲當地人，原來喺野人谷嘅最上游，仲有一個叫做野人洞嘅地方。嗱，據講嗰度就係野人嘅棲身之所。嗱，終於嚟到呢個野人洞嘅入口啦！呢度村民曾經咧懷疑發現到係有野人嘅腳印啦，咁啊同埋佢哋嘅毛髮嘅。好，可以入去。一去到野人洞，我發覺洞入邊又矮又濕，仲有好多分岔路，連群結隊嘅蝙蝠疏疏落落咁倒吊喺洞頂，為野人洞增添咗幾分神秘感。行咗10分鐘之後，洞入邊出現咗長短不一嘅鐘乳石，原來野人洞本身就係一個鐘乳石溶洞。喂，過嚟聽下，過嚟聽下。嗱，呢個鐘乳石同其他嘅鐘乳石唔同啊！哇，手有啲痛。即係嗱，佢先敲落去咧，你會聽到咧，佢係有回音喺度啦。咁同埋個質感係好似你敲落一啲由銅鑄做嗰啲銅頂嗰度咁樣樣。原來造成呢個現象係因為佢裏邊係有2層空氣，咁其他鐘乳石冇嘅，因為其他鐘乳石佢入邊只係得1層嘅空氣喺度。係啦，所以佢就有回音啦。行咗大概半個鐘左右，經過一段完全冇光嘅路之後，我哋終於嚟到另一個出口啦。哇！你可以望到晒對面幾個山，又望到成條瀑布，係咪有嗰啲居高臨下嘅感覺？離開野人谷之後，我哋下一個目的地就係神農架入邊其中一個主要嘅山峰天門崖。天門崖位於神農架現天風景區，海拔2328米。雖然並唔算係神農架嘅第一高峰，咁但係就以千變萬化嘅奇峰景致，成為神農架最享負盛名嘅地方。當地人就有一句話：攀上天門崖，先至可以感受到神農架風光嘅精髓。頭先見到嗰邊嗰個咧，只不過係天門崖個入口嚟嘅啫。佢精彩嘅地方就係咧，而家就沿住呢條鋪滿晒雪嘅石級樓梯，一路走過對面嗰個山峰嗰度。嗱，呢個就係對比啦。喺天門崖對面有一座當地人叫做天門嘅山峰，喺呢度最高嘅一座山，被譽為天門崖之巔。不過喺4-5個月之前，就令當地嘅人啊都唔敢去天門。因為積雪令到山路變得濕滑，而且路嘅兩旁就係萬丈深淵，通往天門嘅路一啲都唔易行。傑仔，都嚟到呢度啊，都冇得放棄啊！啊，點都要行埋佢啊！啊！哇！行咗大約半個鐘頭之後，終於俾我哋見到目的地，睇嚟好快就可以上到去啦。點解叫天門崖咧？就係因為佢嘅高度咧，就高到可以好似直達呢個天門咁嘅意思。而呢一條咧，有可能就係直接通往天門嘅天梯。不過，天梯係咪咁容易俾人哋就可以上到去？哇！我話唔係呢個位，
睇到天門埡嘅入口咯喎！最重要嘅就係大家都冇嚟過，又冇行過。你一路落一路上，你根本唔知前面會係啲咩路，跟住你會上到啲咩山頭。但係起碼能夠達成個目標就係我哋過咗對面山頭，望翻個相反方向天門埡個入口，成功！天門埡除咗可以飽覽整個神農架，霧海仙境亦都係罕見嘅自然奇景。為咗要一睹霧海，第二朝天未光，我哋就再次嚟到天門埡。哇！終於嚟到目的地，就叫天門埡。咁你企喺呢度咧，你就可以飽覽到神農架中南部群山嘅景色。晨光乍現，迷霧消散。喺天啱啱光，濃霧開始散嘅時候，就係天門埡睇山景最好嘅時機。層巒疊翠嘅山脈隔住一層薄紗，觀賞起嚟別有一番意境，所以有霧海仙境嘅美譽。啊，天門埡真係夠晒高啊！咁啊，所以咧望埋去啲山嗰度咧就睇得好清楚啊！咁再加上而家個天就光翻啲啦，咁你而家見到咧，一望落去，全部都啲連綿無盡嘅山脈，個輪廓啱啱漸漸咧可以睇到啦。一連5日嘅湖北之旅，以天門埡作為終結嘅一站，實在係一次好圓滿嘅經歷。嗱，雖然喺旅途中間，我哋遇到過好多突如其來、難以估計嘅挫折，但係喺結束嘅時候，再細想回味一下，一切嘅苦與樂都係美好嘅經驗。下一集將會由我陳啟泰帶大家踏足大西北嘅寧夏回族自治區，一齊深入中國4大沙漠之一嘅騰格里沙漠，感受浩浩黃沙蓋地。我今年入咗行16年，去過咁多個旅遊特輯咧，今次咧真係最辛苦。我哋仲會走進黃土高原，登上六盤山，找尋空中綠洲，體會滾滾黃土萬里。下星期日8點半，繼續從香港出發。我哋好多時搭飛機都會有所謂飛機耳嘅情況，喺飛機降落嘅時候，兩隻耳仔好似塞住咗咁。通常食香口膠或者打喊露都可以有所改善。我喺呢一度教你一個更加有效嘅方法，就係深呼吸一啖，捏住個鼻，然之後將氣由鼻嗰度噴翻出嚟，咁你隻耳仔就會啪一聲，即刻舒服翻晒㗎啦。